呢個污水病毒監測嘅計劃咧，第一個突破咧係喺個社區入邊咧，我哋係可以透過污水病毒嘅含量同埋佢嘅出現嘅地方咧，而去揾到個隱性嘅患者，然後咧我哋就可以截斷嗰個傳播鏈嘅。第二個部分咧就係透過個病毒嘅數據咧，我哋係可以好準確咁樣預測到未來2到4日全香港嗰個患者嘅數目。呢個數目咧係準確度咧係去到98%。其實咧污水監測咧就係我哋當喺新冠疫情嘅時候咧，我哋係喺個污水渠嗰度咧抽取一啲樣本出嚟，然後做化驗，去度嗰個污水入邊嘅病毒嘅含量有幾多啦。然後咧我哋就利用呢一個數據咧去做一個防控嘅措施。同埋咧去做一個預測嘅，我哋當時咧其實係同渠務署啦，同埋衛生署啦一齊去合作。渠務署咧就係負責提供污水採樣嘅實際支援嘅。咁喺我哋採樣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及時將佢送到去實驗室做分析。過程咧係要好多專業人員嘅。例如喺疫情好嚴重嗰個時候咧，我哋要利用呢啲地理信息系統啊，結合咗流行病學嘅數據、現場環境，仲要睇埋上游有冇醫院或者檢疫酒店。因為唔係所有污水井都可以適合污水採集嘅。經過呢個環保署同埋渠務署好細心咁研究咗渠網同埋實地勘測咧，我哋最終就揀咗154個好有代表性嘅沙井咧，就作一啲定點嘅監測。咁呢個154個井咧，其實係覆蓋咗全港80%嘅人口噶啦，令到監測嘅數據咧能夠準確咁反映病毒地理嘅分佈。我哋每一日咧都要係有好多嘅數據要做分析啦。另外咧，我哋啲數據嘅分析通常係喺半夜嗰度時間去做嘅，然後第2朝咧，我哋就要將個報告咧係交俾衛生署，等佢哋決定咧究竟第2日嘅跟進行動係啲乜嘢咧。我喺2023年嘅時候咧參加咗國際水協會嘅一個國際會議，喺嗰度咧我俾咗一個主題嘅演講。喺我講完之後咧，佢哋好多人咧都企起身拍掌，係認為香港咧係做咗一個好大嘅突破。而呢個突破不單止係可以用喺新冠疫情方面，喺未來嘅疫情同埋喺全世界都可以應用嘅一個方法。